我哋以前見嗰個食物金字塔係咁噶嘛，最底層最大部分嗰個係麵包、白飯、粉麵、穀物，上面先至係蔬菜水果，再上面就係肉、蛋同埋奶，最頂最尖嗰 part 呢，就係油脂同埋甜品，即係叫你唔好食咁多嗰啲呢。個信息好清楚，凡係正義嘅朋友，又係超級邪惡大魔頭，你要健康，你就應該要食多啲穀物，少啲油脂，揀半脂、脫脂，甚至乎係低脂。不過30幾年前食物仲未有咁多加工，冇咁多外賣，所以少油呢句口號好容易推㗎，因為你一見到油就彈開，簡單直接。但係問題就喺呢度啦，呢句口號一落到市場度就變咗好大嘅商機，超級市場充斥住低脂兩隻字，低脂餅乾、低脂乳酪、低脂沙律醬、低脂早餐穀物。你以為低脂就係健康，但係你有冇留意，脂肪一減，味道就冇咗噶啦，味道冇咗，廠商想你繼續買，佢哋會點做？就係用另外啲嘢補翻咯，多數係糖、香料、增調劑或者係乳化劑。於是就出現咗一個好荒謬嘅現象，你以為你戒咗油，結果你食多咗糖；你以為你食得好清，結果你嘅血糖發上發落；你以為你好自律，結果你成日都肚餓嘅。以前嗰套好似一路同你講，你要健康就要低脂、清淡、碳水化合物，唔怕食多啲嘅。而家呢套就係你唔好再淨係睇脂肪嘅百分比，你要睇你食緊係咪真食物，同埋你食完穩唔穩定。講到穩定呢兩個字，以前真係好少講㗎，到底係咩嚟嘅呢？你有冇諗過自己早餐好似食得好清淡，一個麵包、一杯果汁或者一碗早餐脆片配低脂奶呢？食嗰陣你會覺得好健康啊，但係到10點半你開始好眼瞓，注意力唔係好集中，個人好似冇電咁嘅，於是你就同自己講，不如食塊餅咧，頂一頂啊！你以為你冇乜意志力，其實唔係，你係食緊一個最容易令你肚餓嘅食物結構。呢個就係新版想你明白嘅一個好重要嘅概念，唔係你食得多唔多，而係你食完穩唔穩定。以前嗰個飲食金字塔最大嗰層飯、麵、穀物，即係話佢哋先係主角，成日都需要出場。問題嚟啦，以前嘅穀物同而家你食緊嘅穀物根本唔係嗰樣嘢。以前可能係粗糧、番薯或者真係屋企煮嘅飯，而家好多時喺街買嘅白麵包、甜麥皮、曲奇、蛋糕、即食麵，同樣叫做穀物，但實際上呢啲係精製澱粉再加糖。你日日用呢啲嚟做主角，血糖點會穩定啊？所以新版唔係叫你戒飯，而係叫你食少啲加工碳水。飯可以食，但係唔好成餐都係靠佢。麵可以有，不過唔需要食咁多。跟住講返脂肪啦，脂肪呢樣嘢真係俾人冤枉咗好多年。以前一講脂肪，大家即刻會諗起肥咯，塞血管死得噶啦。所以你見到牛油即刻會彈開啦。食全脂就好有罪惡感，但係脂肪有一個好實際嘅功能，佢令到你飽，令到你慢慢消化，令你唔會食完一陣就好想搵下一啖嘅刺激。所以好多人話，我都冇食油膩嘢啦，點解仲咁肥嘅？因為你用緊糖同埋加工麵粉補翻嗰啲本來應該由脂肪提供俾你嘅滿足感啊嘛。當然我唔係叫你食油炸放題啊吓，健康脂肪唔係炸雞加甜辣醬，而係嚟自真食物入邊嘅自然脂肪。新版嘅意思係你唔需要一刀切，將所有脂肪當成一個大壞蛋。佢保留咗飽和脂肪嘅攝取量應該係低過每日總熱量嘅10%呢個建議。立場明顯係軟化咗好多啦，變咗鼓勵攝取嚟自全食物來源，好似肉類啦、全脂乳製品嘅飽和脂肪。我相信最多人中伏一定係全脂奶同埋脫脂奶啦。你有冇試過企喺超級市場牛奶櫃前邊，手拎住全脂奶，眼又望住脫脂奶，腦裏面就有把聲同你講，全脂肥啊，脫脂先健康啊。當你飲脫脂奶嗰陣，心裏邊第一個反應就係，咦，
好似飲緊啲白色嘅水咁，淡茂茂，又唔香又唔滑又唔滿足。所以好自然，下一步你就會諗下，不如加朱古力粉咧，加糖啊，沖咖啡加糖漿咧，配塊餅都好。你以為避開咗脂肪，其實你係食多咗其他糖啊。新版嘅飲食指南最清晰最強硬嘅立場，其實唔係針對脂肪，而係針對高度加工食物同埋添加糖啊。薯片、餅乾、糖果、甜嘅飲品，呢啲唔係因為邪惡，而係因為佢哋被設計到你真係停唔到口噶。脆、甜、鹹、香，全部都係你大腦最中意嘅刺激嚟噶。一開包薯片，點可能食2塊就停啊？你估你係機械人咩？所以新版真正想你做嘅係食翻有生命力、天然嘅食物。至於食用油方面，除咗橄欖油之外，新版嘅指南好明確將奶油同牛油列為烹飪用油，意味住動物性嘅油脂重新翻去台面啊！曾幾何時，中國人都好中意食豬油嘅，因為豬油撈飯真係好香。但係而家冇乜人敢食啦。不久嘅將來，唔知會唔會又 hit 翻呢樣嘢呢？新版嘅食物指南仲好強調蛋白質，呢個同中年人好有關係。講蛋白質之前，我想你記住一個好殘酷嘅現實：人一到中年，唔係淨係代謝慢，仲有一樣嘢叫做肌肉流失。肌肉少咗，你嘅身體用能量嘅能力就會下降，你就會更加容易攰，更加容易血糖波動，更容易肥喺個肚腩嗰度。而蛋白質其中一個角色就係幫你保住啲肌肉，保持住飽肚感，同埋令你唔使餐餐靠澱粉嚟頂住個肚。所以新版將蛋白質擺喺一個好重要嘅位置，其實亦都符合咗現代人嘅問題嘅。而家唔係驚餓死，而係驚食得太飽、太甜、太多加工。蛋白質一夠，好多人自然就冇咁想食零食，因為身體唔再瘋狂咁追求刺激。但係你要小心，蛋白質唔係叫你日日咁樣食加工火腿同埋香腸。蛋白質最好係真正食物來源，例如蛋、魚、豆、肉，好嘅乳製品，天然原型食物。你唔需要計到好似健身教練咁準確嘅，你只需要記住每一餐都要有一個好可靠嘅天然蛋白質來源，咁你已經贏咗好多人噶啦。講到最後，我想你記住一樣嘢。飲食指南可以幾年換一次，金字塔可以反轉再反轉，但係你身體嘅反應每一日都好誠實。你食完係咪好眼瞓啊？食完係咪好快又肚餓呢？食完係咪好難集中精神啊？呢啲反應比任何營養口號都要準。所以如果我用一句說話去總結新嘅食物指南嘅真正精神呢，我會話唔好再用低脂高碳水嗰套簡化公式去對待你每一餐，而係用有生命力嘅真食物加埋穩定感去重新理解飲食。